聽日我生日啊，我準備開一個生日會，你會唔會嚟參加啊？恭喜晒喎！你叫我一定嚟嘅。我係10月生日嘅，你知唔知道除咗我之外，仲有邊個係10月生日嘅？我梗係知啦，係耶穌嘛，12月25日。除咗我同耶穌生日之外，另外12月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日子，你知唔知係咩日子啊？我梗係知啦，就係12月8日嘅聖母無沾始胎節啊嘛，即係天父揀咗聖母瑪利亞成為聖潔無瑕嘅人，佢敬愛同埋服從天父嘅旨意，成為救主耶穌嘅母親。呢個係天主教一個好大嘅節目嚟㗎。咁我哋點慶祝好啊？聖母媽媽咧就最中意我哋念玫瑰經㗎啦。玫瑰經就好似一朵朵玫瑰花送俾聖母咁。玫瑰經？我同李姑娘喺聖母山前面嗰度讀過㗎。但係嗰陣時你只不過係讀咗其中一端，玫瑰經總共係有5端㗎。咁不如我哋一齊學下點樣讀玫瑰經啊！好啊！歡喜5端的奧蹟。歡喜1端，聖母領報。喂喂，喺呢度啊！噓，唔好嘈啊！瑪利亞佢做緊睡前祈禱啊！唔使驚，佢係另一位天使加比額爾啊！睇下，瑪利亞唔使驚，天主已經揀選咗你做佢兒子嘅母親，你願意就得啦。天主知道我由細到大都好愛佢，能夠成為耶穌嘅母親，我好興奮啊！多謝你，瑪利亞，你為人高潔又有愛心，所以你可以做耶穌同眾人嘅母親。你哋睇下，佢係耶穌嘅母親，又係天上嘅母親。求下佢幫助你，令你能夠慷慨大方，就好似佢一樣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阿們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去，主耶穌，請寬赦我們的罪過，救我們於永火之中。求你把眾人的靈魂，特別是那些需要你憐憫的靈魂，領到天國裏去。阿們。歡喜2端，聖母往見聖婦依撒伯爾。跟住嚟，唔好墮後啊！我哋要去探訪依撒伯爾，佢係邊個呢？佢係瑪利亞嘅表姐，佢咁老仍然懷咗孕，所以要幫忙。瑪利亞一向好善良，佢時時幫助有需要嘅人噶。瑪利亞真係好啦，好高興見到你啊！天主兒子嘅母親嚟探訪我。依撒伯爾，我係一個普通嘅女人，只係天主垂顧我。
所以你係最蒙祝福嘅女人，亦都會成為眾人嘅母親嘅。你都可以幫手做家務，好似瑪利亞一樣。歡喜三端，耶穌基督降生。耶穌降生，一齊睇下。啊，唔記得咗啊！我要第一個抱下佢先啊！嚟啊，放佢喺膊頭上啊！咁樣做，耶穌就會好高興㗎啦。你好啊，想見下佢嘛？佢好靚㗎。嚟啦，送羊仔俾佢啊！送俾耶穌嘅？係啊，多謝啊！睇下，佢都向你講多謝啊！我可以抱得佢嘛？當然得啦，小心啲喎。佢係 BB，但係都生得好靚啊！佢係我哋嘅主。歡喜四端，聖母獻耶穌於聖殿。中意耶路撒冷嘛？佢係一個大城市，喺嗰度乜都有噶。今日童貞瑪利亞同聖若瑟將會帶嬰兒耶穌嚟到聖殿。以前天主講過，凡生第一個男仔都要咁做噶。聖若瑟同瑪利亞時時希望完成所有天主吩咐佢哋做嘅事。點解我要帶呢啲嘢？因為所有嘅人都會帶禮品做奉獻。我哋窮冇能力獻大牲畜，只能夠獻上斑鳩。其實呢啲斑鳩都好可愛噶，係咪呀？就係佢啦，啊！佢就係默西亞，天主嘅兒子。感謝主，感謝主，真係好多謝你喺我死之前俾我見到佢。佢嘅降生係為咗救贖所有人嘅罪，而你瑪利亞日後將會同佢一齊承受苦難。童貞瑪利亞教導我哋，就算充滿困難，都要做好自己嘅本分至啱。歡喜五端，耶穌12靈講道。你喺度啊？終於揾到你啦！有冇見過耶穌啊？我唔知道呢件事究竟係點樣發生噶。耶穌唔見咗。瑪利亞以為耶穌同聖若瑟一齊，但係好奇怪，聖若瑟以為耶穌同我一齊，而我又以為佢同你一齊。但係而家我知道佢並唔係同你喺埋一齊啊！你幫我揾呢邊，我去揾嗰邊。啊，仲有一件事啊，唔好去揾啲細路哥。耶穌已經12歲啦。佢哋話耶穌喺聖殿度，我哋去嗰度啦。乖仔，你好嘛？感謝天主。我哋揾咗你3日啦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同班師仔傾偈啊？要你哋咁擔心我，真係好抱歉啊！但係佢哋真係好需要我啊！爸爸，好多關於天主嘅事，佢哋都唔知噶。而我嚟呢度係要做天父要我做嘅事。求主幫我哋唔再失去佢，使我哋唔再喺佢度走失。